你快樂嗎？你職場快樂嗎？呢個係一個雙向貫蓋嘅旅程。以下有3樣嘢令你更加快樂。你嘅同理心，睇到彼此嘅需要。快樂根源，當你願意理解同事嘅處境，例如私人時間被人干擾嘅焦慮，將衝突轉化為合作。你可以咁講：我明白你旅行嘅時間需要放鬆。如果我哋提前協議好將工作交接，我哋大家都會安心咁享受呢個假期。我輕輕欣欣建議你定期進行換位練習，喺會議同閒聊主動詢問一下對方：你最近工作嘅節奏如何啊？有咩需要支援啊？第二係尊重，建立平等嘅對話空間。快樂根源，當每個人嘅時間、能力、界限被重視嘅時候，團隊自然產生咗信任感啊！我尊重你嘅工作方式，但係準時回覆信息係為咗避免同事嘅壓力。我哋一齊揾個平衡點好嗎？尊重好重要，避免用你應該嘅指責語氣，改用我可以點樣可以共創一個空間俾大家。第三，你嘅包容，接納差異，創造歸屬感啊！快樂根源，包容唔同性格嘅同事同工作風格，例如有人有效率，有人注重細節，能夠用團隊更加靈活互補啊！我輕輕欣欣建議公開肯定同事獨特嘅貢獻，例如多虧你細心嘅檢查，今次嘅報告係零失誤啊！設立多溝通嘅渠道，例如有人偏愛文字溝通，有人中意當面討論，減少啲誤會啊！最後問問自己，我嘅快樂係咪源於允許自己同他人嘅唔完美呢？職場幸福感從來都唔係單靠制度或者個人修養達成嘅，而係團隊共同建立同選擇。選擇喺壓力之中願意理解，喺分歧之中願意對話，喺差異之中願意欣賞，願意性好高嘅我哋願意喺工作之中成為彼此更加柔軟嘅種子啊！我係輕輕欣欣，follow我更加多職場嘅小資訊啦〜